呢度係澳門嘅旅遊塔啊，見唔見有人跳緊笨豬跳呢？咁刺激嘅遊戲當然係啲後生嘅玩啦。我呢啲退咗休嘅中年人都係適合一啲休閒啲嘅運動，例如早晚散下步、耍下太極。其實澳門都有好多好好嘅休閒設施嘅，例如呢個觀光塔嘅下面有一個海濱長廊，早晚喺度散下步真係唔錯噶。你睇下，景色幾靚。呢個長廊暫時開通到旅遊塔呢一度，一路向西環延伸，經過西環橋橋底同埋雍和門就可以行到去馬角，景色好靚噶。除咗散步同埋跑步，呢度仲有一啲設施，例如有一個細細地嘅釣魚平台。我嗰晚散步經過，仲見到有人釣到呢啲細細條嘅雞泡魚添啊！好動啲嘅可以打下籃球、羽毛球或者踩下單車，閒時又可以喺度野餐，仲可以同3、5知己喺度捉下棋。呢度有3種棋盤，包括圍棋、國際象棋同埋中國象棋，仲有一啲基本嘅健身設施。要嚟呢度行下嘅有3個入口，包括穿過旅遊塔嘅正門或者橫門，又可以從馬角嘅呢一個海旁進入，甚至乎通過西環湖嘅呢一個天橋都可以入到去噶。炎炎夏日喺呢度吹下海風，欣賞下澳門沿岸嘅美景，真係唔錯噶。我每一日晚飯之後都會喺呢度散步噶，真係唔好嘥咗呢啲咁好嘅公共設施啊！你哋又有冇嚟過啊？唔知會唔會喺度遇到你哋呢？